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9月初5公视台起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零零风台外围气流也真粗，会影响到明仔早起中部、北部、宜兰和台湾西部，拢要注意的变大雨。按即月日起，台大病院已经禁止挂号加挂，这是要鼓励轻症的患者去诊所，唔通一个就拼来大间病院。YouTube 的公司，予人指控侵犯儿童隐私权。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动发新台票53亿。因为零零风台外围气流影响，北部地区今日早起雨势真粗。气象局表示讲，零零风台会影响到明仔载的中部，包含北部、宜兰、佮西半部，拢得爱注意大雨。另外，今年第15号的风台发生，有可能今仔日就会结起来，不过对台湾是较无影响。今天台湾的天气就是受到零零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在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一阵一阵间歇性的降雨出现，而东南部天气也不是很稳定，有一些短暂雨，尤其是中午过后，在热力作用的加强下，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午后阵雨发生。那整体来说，零零台风对天气的影响会持续到明天的上午到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气象局分析讲，今仔日苗栗以北佮有东部的宜兰，拢有一波一波的雨水。风台零零目前是慢慢碰北边去，外围气流会影响到明仔载的中部。不过，就算零零有行较远，台湾同款嘛是伫咧南海的低气压打掉咧。后礼拜进前，各地头气温依然是无稳定，中南部和台东一寡角头拢有可能会变大雨。佮另外，这当阵还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伫咧台湾的东边3800公里的海面，打算今日就有可能会结束风台，不过对台湾是较无影响。风台咧来，雨水高，咱就要提防天狗这个夜情。台南市今日证实讲，国家验出一名天狗这个患者，伊嘛是台南第23站人无出国，伫咧国内家己去治着病的患者。伊人是住伫咧台南市的北区，30几岁的查甫人。伊的老母是早前人去到泰国佚佗的时，有伫国外治着天狗热。因老母嘛是台南境外移入第30名的患者。天狗热防治人员伫台南北区在清探病源，因为台南天狗热防治中心西国经过第2遍的采样，确定增加一个天狗热病例，个案是住伫台南北区30多岁的查甫人。台南市天狗热防治中心表示，这个个案是第21个本土病例的兄哥，母亲嘛是台南第30个境外移入的病例。除了有群组感染以外，也怀疑找到境外转本土的案例。境外移入第30例呢，是妈妈她曾经有出国这个旅游史了哈，那回来之后呢，症状真的不明显，那我们也是再三的确认，那这三个例呢，这个二采啦跟采血的这个时间呢，都相当的接近了哈。是家伙3个人拢着病，其中母亲去泰国旅游回来了后，感觉真忝，但是无发烧的症头，大部分的时间拢伫厝里休困，无出现典型天狗热的症头。但是配合检查，经过确诊是境外移入的天狗热病例，加上病患常常出入中西区水仙境市场，防疫人员烦恼会阁爆发一波新的疫情，所以最近嘛开始做市场化学防治。这个从这个8月28号开始呢，这个。我们大概因为疑似病例呢，我们对于他的活动地跟居住地，还有可能其他的工作地呢，我们大概都已经做强烈的知青，还有这个户外的这个化学防治。台南市天狗热病例到当有境外病例30例，本土病例23例。因为最近的个案拢无明显的症头，差不多拢是经过第2遍采样才确认。为着这件代志，台南市天狗热防治中心卖伫北区双安里路边社区活动中心甲水仙境市场设台检站，请有无爽快的民众去检查。记者综合报道。前线直接看，昨下晡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宣布，将立法会咧审查的逃犯条例草案撤回。不过反送中的运动，民间另外阁有4项诉求，伊是到当也无答到半句。
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特别把话射对香港去，伊讲因中国咧发展的过程中会去撞到的重大斗争，定就是会加未减，愈来愈复杂。其中嘛针对香港、澳门、台湾即各方面的工作项目，伊阁特别呛讲，该斗争就爱斗争，听起来哈头是真重。就伫反送中抗议风波也未停的时阵，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伫咧随时突然间宣布要撤回逃犯条例修订，严讲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等其他的民间诉求是无做回应。随后再起，林郑月娥亲自对外说明港府的立場。個做法咧，將會係由保安局局長喺立法會復會之後，去宣布撤回條例草案，而且佢只係涉及由保安局局長作一個宣佈，並不需要議員嘅發言或者辯論，亦都唔需要喺立法會咧嚟到去投票通過嘅。反送中運動兩岸氣氛無好，一個美中貿易戰等類於外患，中國最近代志真多。根據中國官媒央視的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喺咧最早參加中央黨校開辦儀式，以道經為題發表談會。我國發展進入各種風險挑戰不斷積累。而且越來越複雜，該鬥爭的就要鬥爭。習近平喺咧談會時陣，連續講到56遍嘅鬥爭，要求幹部要發揮鬥爭嘅精神，增強鬥爭嘅本領。若是出現危害社會主義制度、國家主權一個人民根本利益等風險嘅挑戰，就要堅決鬥爭，而且必須摕到勝利。這個談會也引起外界喺咧討論，因為這個能代表。所以，若處理有爭議的代志時陣，有可能會採取較強硬的政策執行。記者綜合報道。林鄭月娥撤回逃犯條例修正的草案，不過立法派、我民主派的議員，佮有民間團體，看起來是無要領伊這個情，佮批評伊，拍算是假影兩步，真正鬥爭。問題別日就是真正要頂動緊急法落去戒嚴。啊，不過香港眾志這黨的秘書長黃之鋒。伊另外閣有強調講，民間的5項訴求一條都袂使欠，因香港人定着會繼續爭取自由。初時暗時，大批民眾包圍旺角警察署，抗議警察喺8月31號暗時喺港鐵太子站掠示威者，還佫攻擊民眾。初五透早，大批防暴警察為警察署衝出來，強勢清場。雖然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已經宣布撤回逃犯條例修例，還佫反送中的抗爭還是咧繼續。香港民間記者會是認為，林鄭想話來回應社會訴求，根本無法度彌補過去所發生的衝突，還佫香港人對政府的無信任。5大訴求一日未實現，抗爭者絕對不會接受。香港人係冇收貨嘅本錢，我哋已經踏入咗抗爭最關鍵嘅1里路，我哋唔可以退縮。民主派議員是質疑林鄭決定是假兩步真鬥爭，想要進一步來分化民眾，較少機會來動用緊急法。只是民建聯雖然認為林鄭回應確實是傷慢，還佫強調，若是暴力衝突繼續，香港政府有需要來研究緊急法。咁如果持續係不能夠係去處理呢，我認為緊急法甚至早前講嘅公安條例呢，亦都係行政長官以至政府呢，都係需要去深入研究。特首要來撤回修例，嚟香港引起無共款的看法。進前香港的上面李嘉誠才訂廣告，呼籲愛停止暴力。以後生李澤楷嚟初五，嘛訂廣告來反對暴力行為，希望咱恢復理性的討論。至於人嚟台灣訪問的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是擱再強調5大訴求，欠一個攏袂當。香港人要繼續捍衛自由。現在林鄭月娥不單止不願意去讓香港人有民主選舉的機會，還不願意設了獨立的調查委員會，去讓退休的大法官去調查警察的大手部。黃之鋒強調，抗議會繼續落去。喺9月27號到9月28號，更加會有全球的大串聯。香港民眾嘛計劃喺9月15號要來申請大遊行，連續喺3個月反送中抗爭，到今嘛還是看無有平息的狀況。記者綜合報道。昨暗深更1點外，踮佇咧香港九龍半島中部何文田這區，
香港一团媒啊，就是台湾《苹果日报》的创办人黎智英因厝内去互激汽油弹，消防人员有赶紧去甲火拍花，目前所在也无人受伤。根据香港媒体报道，昨暗深更有2个穿乌衫的查甫人手提汽油弹击去黎智英因兜，人就随时脱走，涂骹只剩2支笔的杆仔甲破布。警方也赶紧去封锁现场调查。因过黎智英的徛家伫咧2015年嘛捌互击过炸弹，2016年阁有几路的人定定去到因门骹口示威。过卡新黎智英有向法院申请临时禁止令，阻止遐示威的人士搁再去搅扰。台语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你参考，解文说字。咱看到讲，香港人咧争取民主，拼甲安尼老伙老弟，实在互国情想起有真侪英国古早的元素。这毋是讲即马民间才流传的哦。虽然经过100-200冬，时势来到民主时代，英国的古早话，即马现代来应用，俗语话也阁真下情理。大声，我来讲一句。台湾李安集览这本册内底已经有编入在内一句俗语，这是日本时代是日本的总督府来遮编的台湾民间的俗语册。咱也认真咧研究俗语的人，定着对这本册拍算是袂生疏。台湾李安集览内底写一句讲：官断不如民愿，啊，这句确实真有影。你讲官落去判断，讲我为恁好，我要修正逃犯条例，你民的就明明。对内底看出玄机，看出因犹豫，看出因未放心的所在。所以无论讲官安怎样判断，上较要紧，就是爱百姓，就是爱人民心内感觉甘愿。毋则有即句俗语话，讲官断不如民愿。实在讲，即摆的官无比较早讲官伫伤口拿，拢官咧讲对呢。永早咱伫咧念台湾的四句联，咧讲单衫5娘。或者朋友参考的时阵，国情也捌甲你讲起讲，单衫就是因为拍破人的宝镜，无钱通去陪人，写甘愿意，提笔来写入约诗，条件何欲莫相欺。拍破宝镜无钱通陪你，甘愿奴仆做3年，奴仆。较早咱所讲的奴仆，即马咱敢无一句话流行，讲民主社会。做官就是公仆，是啦。你若是正人的奴仆，你就唔通讲要爬起你人民头壳顶旋流。这个时代已经无比较早的天年啦。所以民间台湾人一句俗语话，讲了敢无真有意思。讲奴欺主，食袂久。是啦，你着爱记甲讲，家己是公仆，是咧替人民做代志的人呢。唔通讲人民的意向，你不在眼内。到底要听顶头什么人的？你无得去听啦。为就是我靠人民，人民若叫你行东，你唔通往西啦。安尼来讲，敢若短期间要用够骗的，选举的政见讲甲飞天转地，有当着啊吼，国情原来要另外一句俗语话，互相甲你研究啦。你嘛听我讲，我举一支腿，要甲行起你到月球啊。毋过假曲唱袂落调，咱现代才会公仆，现代要争取做官，要争取做民意代表的人。只有过去台湾民间一句话，较有情理，就是讲咱爱照品照行。虽然古早的言辞，毋过民主时代即摆咧应用，这个俗语话，确实嘛真有意思。你讲看有影无？关心香港，咱嘛甲朋友来报道讲，台湾的蔡英文总统今日面对媒体咧问起，伊嘛继续强调讲，有确实咱有咧关心相关的发展，伊嘛搁再一摆呼吁香港政府，你得提出真心，甲社会各界来对话。找出真正有法度实践自由民主的方式，安尼社会才会当久长来稳定。就是要拜托大家，小英总统支持我们邮政同仁，我们也要给做事的总统一个肯定。总统蔡英文参加中华邮政活动，包括林佳龙等人伫咧致辞时阵，拢学到蔡总统的政绩。现场袂输敢若是小型的造势大会。杨过伫咧讲到香港地首林郑月娥宣布要撤回逃犯条例，杨过反送中抗议依然是无停。蔡总统是呼吁港府真心甲各界对话，找出实践自由民主的方式，找出这个
实践这个香港的自由、香港的民主的一个好的方式啊，这样子社会才能够去稳定。对于立委陈明文的300万争议，蔡总统强调，相信陈明文会继续出来解释，而且认为司法是上好的方法。另外，媒体问伊对台大名誉教授霍德芬指控伊下了造假、未故意妨碍名誉的代志，蔡总统强调，就由司法去处理。这个指控确实是不实啊，也浪费了社会很多的时间。那么，既然贺德芬教授觉得说要司法厘清，那我们就提高。我会把资料准备齐全，然后该怎么做，我一次回应。是面对啊，对不对？他应该对国人说清楚嘛。就台北市长高文哲对总统放话讲，伊无法度管理身躯边的人，只要秘书长陈桥伫咧伊身躯边一天，就看袂起伊。蔡总统回应，政治人物拢会受到批评甲质疑，相信身为主席的关市长也会去体会，作为政治人物爱去承受各种的批评。也认为关市长批评高雄市负责是无啥公平，因为南北的资源分配本身就无同。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立委陈明文昨日坐高铁的时，去拍唔见一卡底300万的旅行箱啊。虽然后生陈正廷有出来讲，迄是因老爸传予伊的头路本，不过因为钱额未少，引起敢是政治献金，还是讲洗钱遐种种的议论，才去陈明文为本人伫咧家己服务处亲身出来说明。钱的金流没有问题，正常从银行提领出来，什么时候去提领，哪一天提领多少钱，都有很清楚详细的记录。我把这个记录，我把这个相关资料都已经交给律师。陈明文提出处理监视器录影的相片，强调讲这条钱是按银行领出来，才对处理早去坐高铁，因为插政治实在是真超凡。一旦高铁顶头困去，旅行箱袂记咧关，单纯是家内事，却变做社会注目的焦点，伊感觉真歹势。不过嘛，呼吁社会唔免搁再猜想，若是搁有风声放映针对伊无实在议论，由原来委托律师收集资料，提出告诉。另外，咱来看郭台铭、郭文哲和王金平合作的代志。台北市长郭文哲讲，9月17进前是郭台铭宣布参选上介好的时机。伊佫透露讲，郭台铭会去到美国，甲川普总统见面。确实，郭台铭办公室嘛承认讲，伊有计划要去到美国，而且伊甲美国总统川普双方面沟通的管道是真自然，毋免经过别人，大家联络了真好势。2020过关合作各地准备，台北市长郭文哲讲，若是郭台铭的参选，时间未拖到9月17，10月份佫会去美国见川普。郭文哲佫讲会思考过关配，而且佫替郭台铭守好竞选的票语。应该去美国才是真的，去见美国见手就不晓得。台湾重开机是一个口号嘛，每天在那里不是扁回答就马回答，每天在那里绕，干脆就重开机算了。当然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人选，可以来进行考量。但是以郭台铭先生他是政治素人来讲的话，他要寻找的是可以在跟他互补的人会比较好一点。川普那边一直都在邀约郭台铭先生跟美国之间白宫的沟通管道是不用透过 AIT 的，他是可以直达白宫的。过关合作真拍拼咧找角色，但都是郭文哲甲民进党规了界伫媒体呛声。真正郭文哲讲我阁是立行的，讨厌外省仔人，随去互民进党主席倒用台呛讲，唔通讲家己是立行的，阮承担袂起。互郭文哲佫挡袂掉来甲呛，连单边问300万的事件嘛，叫伊摕来个。要怕我去打小英嘛，所以在降一级用就党主席对党主席。我对民进党的作战手法非常熟悉的。那个现在民进党不用选举经费，是因为现在都现金交易。我们是咬紧牙关诚实申报，你知道吗？实在是真痛苦啊。所以他们都用现金交易的。不是啊，常常有那种不要收据的什么的，说还算了。郭文哲是台北市长，阁是民众党党主席，有议员批评伊伫市政府翕民众党的影片，阁伫郭文哲官方赖口座来宣传，质疑蓝三用公权。郭文哲表示，赖口座是家己出钱成立的，影片嘛是付钱找外口的团队来翕的。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国民党总统的参选人韩国瑜，顶礼拜伊咧发表安怎样留人才政见的时阵，伊用假来比评这外国的移民来台湾做工课的劳工，致使甲真侪人咧甲攻击。昨伊直播的时阵，说成讲无啦，我是咧讲吼，
来台湾，结果脱走去从事遐非法的工课外国劳工。不过新移民的团体认定讲，伊无认错硬拗，要求着要公开道歉。4号中昼搁开直播，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今礼拜一红拢飞走去，以为一堆鸡仔，比如台湾捞袂到人才，但嘛互外界质疑，鸡仔的讲法等于是看袂起外国劳工。直播内底伊解释讲，鸡仔是指跳机做非法逃漏的劳工。跳机的，拿到签证以后进来乱七八糟的，不光是海关人员受不了，事实上对台湾社会来讲会制造更多的问题。这是我讲话的原始的本意。韩国瑜已经过来甲澄清无看袂起的意思，但是移民团体看完，认为伊只是硬拗，根本无认错。非法外劳他是进来这边了，他遇遭受到一些剥削，他才选择那个非法的，没有一个人愿意当非法外劳的。直播内底，韩国瑜嘛指出是海关人员向伊订正外国劳工的问题，但移民署反驳，这不是海关的业务，而且移民署过路高风险的旅客超过5成。从106年6月到108年的6月，我们口型的人数大概有将近6000多人，那其中被我们集结入境的人数大概有3000多。针对澄清以后，又各方批评韩国瑜竞选总部早起原本要回应，但时间到煞无人现身。甲伊下面各强调，直播讲话重点是要拒绝非法打工甲卖淫的问题，希望政府相关部门卖相片，看起民众甲基层的观察。记者杨春、龚建顺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日本今日发生电车弄拖拉库严重的意外。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按约克哈马这方向驶去的快速特急的列车，伫咧中昼经过新内川新马市新町站的时阵，去弄到一台拖拉库，电车顶拢总500个人客，上无有34个人受伤，拖拉库的司机嘛受重伤，另外阁有31个人是受轻伤。这座快速特急列车，日本时间早起11点40左右，经过约克哈马的新内川区，就甲拖拉库去弄着，弄的日头真着惊人，造成讲这台列车车厢规个歪岔去，拖拉库夹伫咧列车和铁基路的哪吒中间，嘛损害了真严重，一直伫咧清乌烟，因为受到车祸影响，铁路线经急线的川崎站甲上大宫站双向停止行驶。多瑞安的风台伫巴哈马斯滚加48点钟了后，灾情真严重，目前尚无造成20个人死亡。美国国家风台中心警告讲，多瑞安的强度有可能会搁再加强，呼吁民众要赶紧疏散，赶紧避难。对画面中的人看到每一栋建筑物损害了拢真严重，头长期的小飞机就停伫咧车路边。5级警方多利安伫咧1号牵涉巴拉巴，刷电人的速度煞变慢，停了将近48点钟，造成当地严重的灾情。巴哈马国际机场也规拢浸伫咧水内面。We're still in the throes of it. Now that the storm has passed. We're beginning to carry out our damage assessments. Nothing's there anymore. There's no food stores. There's no marinas. There's no houses. 80% of the houses gone. 看到平安无代志的妈妈，正激动的去解烂掉的。多利安造成超过13000多栋的厝受损害，真侪人家出来人拢失散。当局出动大批军警、直升机来救灾。美国总统川普也派出海华防卫队甲物资去救援。But it's a very erratic, a very slow, very powerful hurricane. It depends on what happens with South Carolina, North Carolina, but it's heading up the coast. 目前多利安的强度降做2级，已经经过佛罗里达州，并无传出任何的伤亡消息。不过，美国国家疾控中心警告，多利安将以每点钟160公里的速度向乔治亚加南卡罗来纳州刷震动，而且强度有可能再增强，并且引起2公尺的大响。记者综合报道。Google 公司手下 YouTube 这个系统。牵涉到违反美国儿童线上隐私保护法，就是讲吼，伊无经过家长同意，就开始用电脑伫咧收集讲，恁兜囡仔咧看啥，伊若想看啥，伊就用什么款的广告互伊看。安尼对美国来讲，就是侵犯儿童的隐私。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也宣布讲 ，Google 已经宣布同意支付1.7亿美金，就是53亿的代票来和解。
这也是这条儿童法律有史以来发上重的记录。科技业头叫 Google 机械影音网站 YouTube， 涉嫌违反美国的儿童线顶文书保护法，无经过家长的同意，就凊彩黑白来收集囡仔的手机，侵犯到囡仔的文书。包括收集囡仔伫看的地点、伊饲家的影片，还有伊看过的影片，而且利用这资讯来落广告。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初时宣布 ，Google 同意付1亿7千万的美金，也就是差不多新台币53亿罚金来做和解。Our complaint alleges numerous instances in which YouTube and Google had actual knowledge of the child-directed nature of channels and videos on the YouTube platform. YouTube 发声明表示，会伫4个月以来做调整，甲收看囡仔节目的观众拢看台是囡仔，当作是收集甲使用影片资料标准。另外，嘛完全停止囡仔影片落个人化的广告，而且取消相关影片评论甲通知等等的功能。The fine is not nearly adequate enough. It should have been in the billions of dollars. That's what would have sent a message to Google. That's what would have prevented future violations. The other thing that the FTC should have done is they should have forced Google to move all of its children's content off of the main YouTube platform and to put it on the YouTube Kids site, which is a COPPA compliant site where data is not collected from children. 这样和解阁需要等法官来批准，预计破美国儿童线顶文书保护法立法20年以来历史上上悬额罚金的记录。记者综合报道。自从美国川普政府宣布退出甲伊朗的核能协议了后，伊朗的政府9月初4也宣布讲，因会缩减遵守核能协议的范围，开始研究更较新的机器来提炼浓缩的铀，未来有可能就是要发展核子武器咯。参加协议的欧洲国家，因嘛讲，无伊朗允予你150亿美金的额度，来将美国对你的经济制裁来抵消掉。不过，伊朗表示讲，无要冷静，无法度接受。自从美国川普政府宣布退出2019年伊朗核能协议了后，伊朗就以这做理由，伫今年7月讲，未搁再遵守协议规定300公斤的浓缩铀存量上限。并且打算要打破3.67%的浓缩铀浓度限制。就伫随时，伊朗总统罗哈尼所宣布的是破除协议限制第3步。که سازمان انرژی اتمی ما موظف هست در زمینه تحقیق و توسعه هر آنچه نیاز فنی کشور هست بلافاصله شروع بکنه و آغاز بکنه و تمام تعهداتی که در زمینه تحقیق و توسعه در برجام مد نظر بوده اینها رو کنار بگذاره. 研发核武的重要进程之一，是让制造出浓度达到90%以上，也就是一单位核能物质内面由235个位数的比例就要占90%以上。一般核能发电所用的燃料只要3%到5%就会当。这是核能协议中限制伊朗浓缩铀存量加提炼能力的重要原因。虽然真正参加协议的欧洲国家则讲，愿意搁再加予伊朗150亿美金的纾困额度，让伊朗躲过美国经济制裁冲击。不过伊朗遂拒绝。根据路透社报道，伊朗要求欧洲将在9月初5进前，和伊朗国家做协作来突破美国的制裁，若无将有更加进一步的行动。就伫欧洲各国因为提起被拒绝的时阵，美国是先管制裁措施。即便是上阵已经被列做恐怖组织的伊朗革命卫队。They actively support, such as Hezbollah and Hamas. The IRGC trains, funds, and equips proxy organizations across the Middle East. Iran wants these groups to extend the borders of the regime's revolution and sow chaos and sectarian violence. 美国也对国际发出下文建议。提醒各国要注意革命卫队的可能欺骗手段，以免无意中去协助革命卫队。川普政府同时也警告各国企业，凡是甲革命卫队有做生意的，将会同款受到美国政府的制裁。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这两天有消息讲，台大病院按7月1开始，除去讲你摕转诊单来，若无门诊挂号几个就几个，无用得临时搁再加挂。台大病院讲。确实，若是重要的病痛，亲像讲死刑的肝炎，也是艾滋病这款动症头的，也是讲特别按下港上北来找医生的，医生同款会当评估，敢要互你加挂，
目的禁止临时加挂号，就是要鼓励较轻症的病人，你大先去诊所看先生，唔通逐项都拼对大病院来。台大病院的门诊区最近打出公告，对于今年9月1日开始，若是门诊挂号名额满额的时阵，除非有转诊单，若无医师袂当各户民众伫现场加号单看诊。很多南部来的都是从请医师给他加号，因为他用意也对了，就比较集中，不然台大常常人很多啊，非常多。为着要杜绝小病走大病院，落实分级医疗。卫福部健保署对去年7月开始，要求各大病院门诊量要一年减少2%，超过一部分都无要给付。身为台湾医界龙头的台大病院，逐工拢有真侪病患，嘛伫咧无达到标准的名单当中。院方强调，如果是时间爱住病顶重大疾病，也是专工对南部上别看医生的情形，嘛是会当由医师家己评估决定，看是毋是要互伊加号。你本来是细型肝炎，是急诊的啦，我们有一些条件，你是重症。只有重大伤病啊、肿瘤的啦，那这些病人我们基本上是重症，反正在台大嘛。大医学中心可能重症病人的门诊量还是可能会没办法减，但是硬要他说不管轻症重症都得要减量2%，我们觉得这制度是不合理的。根据健保署统计，106年6月到7月，下转病例数干那18000件，按过107年7月到今年6月，已经增加到11万外件，显示双向转诊已经有效果。另外，健保署嘛建议病院提供整合门诊，互需要看过6科的患者，伫咧门诊会当一概看好完，减少病人来回奔波，嘛当减少门诊量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今日将第2波扩大秋天甲冬天国民旅游奖励计划报去到行政院。你包含讲经济部啦、农委会啦，各部会拢有提出奖励方案，拍算计强会投入超过10亿来鼓舞咱台湾人伫国内佚佗。其中经济部有要补助国民旅游出国去带暝的人客，会当摕礼券去夜市啊当作现金拄咧用，引起争抢的议论。社加开换奖品，游客伫树林夜市啊耍佚佗物啊、买点心，无中国客的树林夜市啊，人明显较减少。行政院第2波扩大国旅补助当中，纳入各部会提案，包括经济部补助国旅带所旅客夜市啊抵用券200块，客委会是对来客家庄消费的旅客补助电子礼券，国民会是发出礼券，互旅客去有认证的店家消费。另外，农委会等各部会嘛拢有补助计划，按算投入总金额超过10亿。商圈跟夜市的消费券，那这个是要去旅游要有住宿哈，我的了解是这样的规划，那这是由我们观光局跟经济部来搭配来推动。交通部表示，这一款增加的补助针对带所旅客，以夜市啊抵用券来讲，每一个房间200块，会当下区使用。对政府增加补助，台湾观光发展协会直接讲，对观光的发展并无帮助。这个补助撤销，恐怕会引发下价，破坏市场机制，对增加新人客并无帮助。这些撒钱到这个夜市的部分，确实对旅游业来说并没有特别帮忙，而且它具体上它可能还要需要透过旅馆业者来帮忙，当然是要帮忙在旅游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而不是在所谓的夜市的部分嘛。业者认为，中国客无要来补助国旅，并不是对策。若是要调整观光体质，建议将预算用伫咧开拓新的客源，像讲办理奖励旅游，全面提升旅游品质，避免继续补助煞造成国家下价竞争。记者综合报道。环保署近年来拢有针对全国水库的水质伫咧调查，自本是3月日一季才有监测一摆，即摆已经提高到1月日就监测一摆。因嘛发觉讲全国51大的水库有29大水质拢已经真歹，其中上界严重、水质上歹就是凤山水库甲明德水库。全国水库水质大调查公布最近监测全国51座水库的水质，发现超过一半以上的水库有氧化。基本上都是集中在水库的水量比较小、它的自净能力比较弱的水库，或者是它可能那个蓄水量比较少。明德水库算是有氧化比较显著。
根据环保署逐个月监测水库水质的数据显示，台湾本岛总共有6座水库有氧化，包括明德、白河、镜面、阿公店、丁清湖和凤山水库。其中明德和凤山水库有氧化程度真严重，达到100%，水质上歹。另外，离岛水库普遍拢无好，金门、澎湖、临江县总共26座水库，到23座水库有氧化。不过环保署强调，并无代表饮用水有问题，水质较歹只是提悬净水的成本。民众只要把水压滚就会当安心饮用。自来水厂处理要出水之前，一定要符合饮用水水质标准。水质比较差，这个自来水事业单位它处理水的成本就相对提升。不过环保团体是质疑环保署水库水质监测的数据，认为水质的监测点超工闪开污染源，有美化数据的嫌疑。它监测的点就不对，你应该在污染最可能污染集中的地方你去做监测嘛。那你去逃避这个污染点，那根本就是刻意去美化这个水质而已啊。环保署澄清，水库水质监测对每一季增加到逐个月拢做，监测的频率提悬3倍，卖无定期换水质监测点。若是发现水质污染，一定会处样追查污染行为人，并且追究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咱若讲到虾龟喘哨、喘气、胸坎白白，拢会想到讲拍算甲鱼有关系的镜头，无定戏眼哦。毋过中华有一个民众，敢若春水暖水的时阵，人感觉艰苦。安尼一冬外尔去到病院检查，竟然是肺腺癌第3期。医生表示讲，若讲到肺癌，大家普遍会想到讲会燃烧线扫袂停。毋过肺癌内底3分有1分的患者，事实是无典型的症状，所以人若感觉讲胸坎，也是讲喘气的所在艰苦，就要去大病院检查较有影。彰化县肺癌的死亡率已经小连续18冬关过全国平均，原因大部分指向空气污染所造成。典型的病症之一就是一直扫。不过彰化一位姓吴的民众并无加扫的镜头，颠倒是长期吞物件无爽快去病院检查，结果竟然是肺腺癌3期。袂车扫咧，甲老后咧讲话变瞎的，咧算咧食物件拢食袂落安尼啊。我之前70起。加这4年，起码剩50起啊。我先是表示，一冬来要吞物件，然后拢真无爽快。主本其实是甲状腺良性肿瘤的问题，但是手术挂掉了后，无爽快的情形并无改善，而且体重不断下降。上尾进行胸坎的短暂扫描，才发现肺部有5.5公分的恶性瘤。肺腺癌主要的症状还是咳嗽啦，那胸闷或是有咳嗽、痰有血丝这样，呼吸不顺这些。这样，但是其实肺癌也蛮长，都完全没有任何的症状啦。医生表示，民众真容易将家扫甲肺癌甲做伙，但是根据研究，有35%肺癌患者并无出现一直扫的这款典型的病症。建议45岁以上的民众，会当给药量电脑短暂扫描做肺部检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市政府这当阵伫市内已经有设1000台高速路的电动机车，互民众会当用个租的，租去骑真利便嘛真环保。毋过开始办这个工课，或者高血到打到民众咧怀疑讲，若代志开始进行，你毋着配套的设施要办好。即马公有停车位拢互占去，停车是真困扰呢。逐工早起，中立成功市场资源来买菜的人。公有机车价常常拢无够通使用，但是初二半暝啊，中立福德里巡守队员所发现，业者半暝啊系共享机车占管规排的停车价，烦恼讲会影响到买菜民众的停车空间，抓紧通报派出所协助处理。大家都为了要抢那个机车格，几乎都会抢破头的，就他是凌晨就来放哈。那我们是觉得这商业行为啊，放在这个公有机车格上面是造成我们很大的困扰。卸车的部分，所以正好是暂时的放在路上。那其实接下来一步呢，我们就是已经立马把车子分散的投放在各处了，所以其实不会有一整排专用机车格的状况发生。
共享机车高雪儿顶个月29伫咧通恒上路下1000台提供民众付费会当骑。虽然真利便搁环保，毋过嘛有民众质疑一定会造成停车的困扰。毛党认为高雪儿是私人企业，占用公有停车格并不合理。会呢就我们市有的这个公有土地提供部分的这个土地呢，让业者了租，在道路范围之外呢，设置这个专用的机车停车区呢，避免影响既有的这个车流。交通局表示，桃园市公有停车格有43000格，搁再加上路边停放，共享机车限制1000台，停车占比真低。交通局嘛依照停车资讯进行检核，各一个路段共享机车的停车袂当超过2成。未来嘛建议设高雪专属停车位。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讲怨无怨少，毋过有教育团体打出来讲，咱台湾现处是高等教育。毋若怨无怨少，分配阁无公平。无论公立的大学还是私立的大学，拢是用少少的经费。教育部就要求讲，恁爱甲学校办好，甚至讲资源分配可能有人出骹手，造成甲私立学校面临招生的危机，竟然有法度讲对国家领去的，比较公立大学还阁较济。不管台湾的教育资源，长期以来资源分配了无平均，找5教育团体出面抗议，批评政府口口声声讲要提升高等教育的水准，但是不管是公私立大学，拢是廉价办学，尤其大学继续咧分化，但是教育资源不断咧增加，经费颠倒是不断减少。像美国大家都知道是那个所谓的商品化，就他们私校办学是这个为主的一个国家，但是台湾的投注的公立学校的经费还比美国还低。根据国发会的资料显示，公立大学的学校补助是私立大学的9.6倍，而且经费愈差愈济。教育团体表示，目前的教育经费分做2部分，其中2成的经费是依照学校的规模，也就是根据学生甲教师人数最少来核发；另外配剩经费是每一间学校透过竞争型计划来争取。不过，教育团体指出，有部分私立大学面临备案争议，造成危机，所以当领到比公立大学更加济的经费。招生并不是非常的理想，但是他享受的这个资源又特别的多。比如说呢，和春技术学院、中州大学、裕达科技大学、康宁大学，这些在媒体上都曝光的这些学校。教育团体关注指出，台湾的高等教育办学困境若是阁唔解决，恐怕竞争力会愈来愈输予其他的国家。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南市分驻所前任的所长2线2车姓李的进前的这个警官涉嫌协助走私毒品，去互检察官查到。这站台东有史以来上界大站安非他命甲K他命走私的案件，检察官今日以11名嫌疑犯违反毒品危害条例来甲因起诉，其中姓李这个进前的警官，予人求处12年的徒刑。明知道自己身负侦查犯罪的职责，应积极的防治毒品的危害，却因个人的经济因素与他人共犯本案，违反了忠实职责，让我们辛劳执法维护治安的同仁的蒙羞，而且事迹败露之后呢，又不愿主动投案。这桩毒品走私的案件，早起伫咧台东地检署召开破案的记者会，真侪毒品拢搬入咧到会场摆放看，同时也公布按怎样来掠到国际运毒集团的画面。有2只台东海巡队的船伫咧南屿外海发现因锁定的海钓船甲渔船，去遐超出1400公斤超过的毒品，即时两面包抄，去到船顶咧查。追查无后，贩毒的集团竟然查出台东南市分驻所前任的所长李铁明涉嫌伫中间牵线。检察官嘛批评讲，这个姓李进前的这个警官，身为执法人员，知法犯法，特别处分伊12年的重刑。另外，幕后姓张的金主也来求处13年到7年不等的刑期。过来，咱来看云林大溪渔港。因为塌掉咧真严重，若是讲水伫咧退流的时阵，渔船就真可能会靠沙，掉伫咧港区袂沉袂动，影响到渔港的效能。渔民嘛望讲相关的单位会当赶紧来设法改善。
婚林渔民早起真无用伫无希望啊！伫咧婚林第四港真侪年以来受到沙塌掉的影响，大家若是拄着考涝的时阵，船就会伫港口靠搭，嘛互当地渔民无法度出海掠鱼啊作业，而且嘛因为安尼去影响到因的收入。啊麻烦啊！你袂当出去嘛是无法度啊。安尼偌久啊？真久咯啦。几年啊？几啊年咯，拢开始台砍条高啊，尔也毋捌做啊高的。当地渔民表示，因为港口的沙塌甲真严重，若是要出海，拢爱等到大楼才会当出入渔港。啊，毋过万不若是无细日去算毋着时间，就真有可能去互调伫咧港区，或者是港外口，真正是足麻烦的。希望讲相关单位会当赶紧来改善。在云林县有6个渔港都有这样的一个清淤的需求，然后在我们今年初就制造相关的计划，向中央争取各个渔港的清疏计划，我们持续在追踪。云林县政府水利处表示，台西渔港顶改清沙的时间差不多是3年进前，清出6万立方公尺的沙土，平均清一届会当冻3冬至5冬。今年3月份已经向渔业署来申请，争取100万的清沙补助。但是经费拨落来，赶紧来处理，方便渔民作业。记者综合报道。昨暗尾暗啊，中油公司一个探采事业部姓王的女员工，伊伫咧进行新进的人员训练的时阵，伫咧钻井的作业过程中，去互锁啊电着暗棍，因为一时间吹了伤过大个，伊的胸坎压着伤，临时袂喘气，送医抢救，宣告不治。救护车赶紧将受伤倒伫涂骹的姓王的女员工送病院抢救，但是女员工受伤伤过严重，送病院之前已经无喘气啊。他的左手上臂以及他的脖子部分呢，都有明显的一个伤势。那他的嘴巴跟鼻子呢，则是有一个流出血液的状况。那我们在现场判断他就是已经到院前停止呼吸心跳的状态。女员工受伤的所在集中伫胸坎，抢救了后，要是救袂回来。代志发生伫初四，这个姓王的女员工伫苗栗头屋的矿场接受教育训练的时阵，过程亲像被家私甲锁啊绑着胸坎，闪袂离鼻低调，才会发生意外。会先去做地质的调查，看看是哪一个构造物呢是比较有可能存在油气，然后才能判断说这样一个构造物，它有没有可能存在油气，以及它的蕴藏量的情形。抚恤相关的事宜的话呢，其实就是跟公司正式的员工没什么差别啦。虽然其他人赶紧将机器关起来，但是因为熊熊收缩的力头伤强，姓王的女员工胸坎被压重伤。现场的人员表示讲，姓王的女子是今年4月的新人，爱先接受半年的训练，再过来验收。迄个时阵，亲像是因为操作的流程，发现家私甲管零件想要调整，才会经去危险的所在发生意外。中油现场已经停工，警方嘛通报中区的路检所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青年主体起要好啊，照讲是要卖人较俗，互少年家挺好来遮住。毋过800外户，到当还有240户卖无出去。花莲县政府嘛收集真侪民间的意见，修改条件放宽办法，讲来买租价毋免讲伫花莲有户口70栋，另外买过了后毋免卖过手，即个期间嘛已经降价落来到5栋，5栋内面的买尔。望讲会当提高各界赶紧来买厝的意愿。中华的县长卜坤基所杀的青年安心生家主题A栋已经完工，离咧进前 B、C 2栋嘛完成，剩落来 D、E、F、G 4栋是伫咧2021年3月份地当交厝，总共是809户，啊毋过即马所传出讲有240户还未卖出去，所以花莲县政府即马佮甲户顶降价。涉及原先是累计满10年的部分，我们改成累计满5年。那另外就是说，直系亲属的部分，名下没有房子的部分呢，那我们修正为这个直系卑亲属。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当初有一个10年的闭锁期，把10年改成5年。花莲帮第三个业者是表示，降价设户口还有移转的时间，因为流通性变悬，对买卖确实有帮助。啊，毋过社会性的主题价钱若是伤悬，弱势民众当然无法度负担，建议讲会当用租的来代替用卖，更较有帮助。其实社会住宅本来就是要照顾青年啊，甚至于比较弱势的啊。那如果说可以用以租代售啊，其实这未来也是一个我们县府一个思考的一个模式。
县政府建设处强调讲，青年主题毋是传统型的社会主题，那是用做的方式，毋会去影响到已经买的人的权益。伫管理的时阵，嘛会出现问题，像讲一般社会主题会出现无纳储税，也是做第二手的厝头家等等的问题。发现青年主题已经是用成本价伫卖，加收入户也是弱势家庭，若是有资金的问题，会当到3工来协调银行配合价低的贷款。记者综合报道。新闻点心档，咱来看屏东的雾台乡。这个景致迷人，尤其是原住民女改族的文化艺术更较丰富。为着要让旅客佚佗了更较欢喜，更较多元化咧，雾台乡公所已经向中央争取经费，就去设真侪电脑网络应用的工区。你想讲无人看过的店头，还有手机的 APP， 就是要让大家来吃愈爽愈趣味。又开红布条啊！屏东雾台乡雾台村办公室头前的无人店正式开幕。这台自动贩卖机有各种在地欧米亚嘅通购买，边啊有导览解说机，让各地来游客都会使轻松掌握旅游的资讯。遇不见族人的状况之下，可以去，或者说店家没有开设的状况之下去购买，在地的一些手做的手工艺品。就观光客来说，确实会带来某一些方便。我觉得最大的帮助就是让外地的游客来到这边的话，可以更方便的了解当地的文化。乡公所规划漫游雾台一条街，游客只要来到这间无人店，扫 QR code， 就 App 会使提供各种好吃好耍的资讯。对我们原乡因为有太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他并不认识地方要怎么玩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些我们数位的一些服务的模式。让游客来这边可以做一些比较深度的旅游。乡公所表示，雾台有迷人的风景，也有丰富的老凯族文化艺术。未来嘛规划要推出美味景点的旅行，才有特别的人文甲地理的景观，就等大家来发现。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云林虎尾科技大学的学生，伫咧虎尾北溪社区开一间小卖店头，店伫咧因家己规划设计的货柜车内底，要卖在地农产品。通来体会创业这条路的艰酸苦痛。壁顶红光光的剪纸装置艺术，正声人目。这是云林虎尾北溪好厝美社区的工行，将拿对抛远的地变工行。最近搁加一座货柜，虎尾科技大学的学生伫遮经营卖在地农产品冰淇淋，超香超浓，非常的真材实料，非常好吃，感觉很棒。然后。绿意盎然，充满生机。青创孵化在地实践，然后吃傻工作室是我们的名字。那我想要在这边就是发展一些这边的农产品。这个是等于说我们从零开始，然后自己弄出一个真的自己的东西，然后不管是经验还是什么都可以有成长。无想要和其他人同款写论文，虎尾科大3年的学生选定来北溪打造这间工作室，执行1年的专题，为规划到装潢全部拢家己来。有学生囡仔来社区，这对社区的发展来讲，嘛是一项正好的刺激。做好也知道，因为突发奇想，本来我们跑出我们这边就要做一个贩售部的，然后他们来这边一做之后，你看。吸引了很多的游客，不止人家来到这边，都可以来这边家家凉凉，家家边对吧？这就是个示范嘛，让学生也可以有多一点的收入，让社区有不一样的新鲜感。学生克服困难，伫北溪好厝美开这间店，是在体验创业这条路。北溪社区是以种植番麦、土豆为主，今晚有哪来哪侪少年人做伙来做社区的营造，会使创造无同款的社区风景。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台中市大安区福助里的保安宫，内底有3尊王爷的神尊，庙内底有神明，这算真殊常的代志。不过，这3尊神尊是全台湾真罕见用过纸做的神尊，保存到今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一般庙寺的神像大部分拢是茶刻的，不过台中市大安区福助里的保安宫，庙里奉祀3尊王爷金身真特别。因的材质是用纸做的，较早的纸较好，伊这内底伊简单讲，伊后壁的基骨是完全用竹啊，伊所绑的物件拢是用竹丝绑，完全无带着一点仔铁的物件。庙方表示，听讲是伫清朝光绪9年，有一只船对中国流到附近的海边啊，经过神明降价指示，才知影甲板下骹有3尊纸做的王爷。虽望经过100多年，不过纸王爷金身也是保持甲真好，毋那衫的色地青笑。金身嘛无因为就论转落了。
当机个去检查查落了后安尼啊，比如到底学物件，交会有刷新，哦，啊这刷新请转来，足灵感的啊，大家招牌安尼每吹15，大家爱扣分。甲问讲啊要甲化会看好无？伊都唔肯讲，伊要放咧做纪念，佮调一摆啊，从玻璃看板甲放起来。朱王爷唔干那全台湾真罕得有，更加是庙方的镇店之宝。最近当地影像创意班特别找当地老大人和文书工作者同齐翕影片，参加教育部的比赛，希望透过影像，通互愈侪人了解100年的朱王爷。我们100年的纸王爷，将它推广出去，做了一个影片的记录。目前庙方嘛真拍拼收集资料，整理100年朱王爷的信仰历史，和这段真有在地特色的宗教文化，会使继续保存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今日雨水接高，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气温的资料。北部27度到31度，中部28度到32度，南部28度到32度，东部28度到32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的播新闻。我是郭国正，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